想幫團體揾啲有意義嘅活動，無論你係 NGO、非牟利機構、學校定係社區團體，家居維修學院嘅團體包班都係一個好選擇。我哋唔單止教大家點樣整嘢，更加係想透過呢啲技巧，將正能量帶返入屋企同社會。對於學生哥嚟講，呢度係一個學識自律同責任感嘅地方。由拎起工具嗰一刻開始，就要學識專注、細心。學識咗點樣維修，其實就係學識點樣照顧自己，點樣對自己嘅生活環境負責。呢種成就感係課本以外學唔到嘅。至於老人家或者 NGO 嘅朋友嚟到我哋學院，除咗可以搞下 team building， 增進感情，最緊要係學到自力更生。屋企有嘢壞咗，可以自己喐手整返好，慳返筆維修費之餘，仲可以出去社會做義工服務，用一技之長去幫更多有需要嘅人。家居維修學到嘅係技術，帶走嘅係一份自信。快啲聯絡我哋，為你嘅團體安排返一場最有意義嘅維修體驗啦！